非常有趣嘅動物大亂鬥遊戲《猛獸派對》終於迎嚟咗大更新啦！今日就同大家講下，唔係之前嘅傳統格鬥模式，而係官方發佈嘅夏日遊戲預告片入邊展示嘅卡丁車模式啊！嗱，等我哋一齊嚟探索下呢一個新模式究竟有咩新玩法先。全新嘅卡丁車模式入邊呢，你將會被分為喺一個8人局嘅戰局入邊，你將會獨自戰鬥，冇任何嘅隊友啊！目前呢，主要嘅地圖呢，暫時只有一幅，可以選擇競速賽同埋道具賽，擁有多種嘅汽車外觀同埋道具，所有嘅角色都可以選擇，有競速賽同埋道具賽嘅兩個玩法。雖然呢，只係更新咗一張地圖，但係呢，都係有唔少嘅車輛同埋道具俾到咗你唔錯嘅體驗嘅，每種嘅道具都能夠帶俾你唔同嘅使用效果啊！就好似開盲盒咁樣，響夏日狂歡入邊，仲可以響免費嘅通行證領取各類嘅獎勵，多項嘅皮膚、頭像框等等都可以免費領取啊！中意呢類型嘅朋友仔，試下都無妨噶。